吃动吃来做事。想要讲几落哟，啊，毋伫肥皂毛啊，安尼准备，吼，有水果、个蛋饼、个早料、饮料吼，啊，毋伫多也毋全多。有哦，有打天花哦。哦，安尼你准备的等伊啊。安宁面哦。啊，金茶、湿茶哦。哦。嗯。伫遐等到奶酒。系啊，可能要多的吧。哎，湿茶。哦，湿茶。讲今天要煮菜饭安尼是哩。哦，好啊，煮饭大概是人了哦，你吐哦。我回来了！哎，看你们嘴型说什么？哎，会吐对不对？说什么洗菜什么会吐哦，这样在讲我坏话的。你怎么这么久呢？哦，因为我刚刚才从台北来呀，耳朵很痒，就真的念我了。是哦。对啊。对呀。对呀。那你晚上要煮菜给我们吃？我要呢，我连我客家话我都准备好了。是啊。洗包膜，洗包膜，洗包诶，洗包诶，水膜，藕尿，危险汁，我只会讲单字，我真的只会讲单字哎，差不多了，都用完了。对啊，哎，你们今天是准备了一桌菜，你最喜欢吃的啊，粉浆蛋饼。对呀，哦，就吃啊。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吃吗？你吃看看，你吃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谁妹？赞呐！果真的好香哦。那现在你吃的，晚上你要煮给我们吃的啊？你们敢吃吗？敢哦。哇，你刚才说我头啊？没有，讲爱欧力度哦。什么意思？养安快要欧力拉肚子哦？是吗？哎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哦，阿妹，来给姑啦！哎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要去哪里？身体干。哎呦，身材不错哈。对啊。腹肌也都没吃饭。但要米，过来要搬田笋。要搬田笋。哎，要去工作。槟榔啦。哈。槟榔树。槟榔树，槟榔树。哎，走。走，一起去。来，中啊来。哥哥，你说这个是什么啊？要录搬田笋啊。搬田笋是什么？槟榔行吗？看我要送你啊！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摘槟榔。我不相信你平常是这样摘的哦。是啊，说这样的。下了。耶啦！哦，帮我来救啊！啊，给他记哦。哎啦。一下子慢慢的哦，对，一下，不要太快。戳啦！戳，哦，磨你的，对。那两个几多来救咯？哈，两个。哦，下去了！好棒啊！有力哦！哎，我好壮哦！哎，你这是有很适合来。给咸的，给香味。再有几人呢？再锯一次哦！哎，哇，慢慢来锯咯。来锯咯！好棒哦！赞！我的家人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，加油！不管怎么样都是很棒的了。没有力哦。好了，有好哦。哎，这个就是槟榔心哎，再锯一下。还要再锯哦？你还要锯啊？哇，好累哦。好，这边。出力喽！1、2、3。哦，你呢？什么？好棒哦！来锯啊！要攞槟榔莧，你講搬田筍，啊，你啲啊慢慢嚟割嚟一層一層，割一層一層剝。哎，要咁忙咯。戳。好，割下看先。好。今天的割。我来试試看哦，吼。一層一層給它剝下去哈。好，你就用力的拉下去。用力。用力。我很怕砍到自己的腳哎，這個好利哦。要散開，你腳要散開。哦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深层的给它化开。哎，错了。可以了吗？再下，已经砍到土里了。哦，哇，对了。这个嫩嫩的。哦，那个可以，那个可以吃。也可以啦。
要亏啦，要亏啦你。再播。哎，我们真的好难得哦哎，可以做这个哎，因为之前我们有来参观过那个菜园，可是都没有机会来采收啊或者什么的。是哈，而且我也觉得他们都舍不得让我做这样。啊，他现在已经发现我很会锯这个那个槟榔心了，以后可能都是我够力的，够力的。有拉力我以后从台北下来来做这个。很热闹那个。这个可以，这个炒肉超好吃的哎，热炒店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别滑啦，这是过来用刀割，冇啦。小心刀哦用刀割，滑呢。别滑啦，哎啦，哦，别可以用啦，法哦，有滑用法的，有没有打开？可以嫁人了，哎呦，有力了。啊，我不知道我男朋友吃不吃这个呢，也炒给他看看。哎，对不起，就是这个啦。他才是槟榔心心，哎呀，这个这个就是啊，花，那个就是心，这个就是啊。我已经播到它的内层了，我还不知道对这个这么珍贵哦，对啊一棵树就只有这个部位，对呀跟这个花可以炒这样，这样炒，就这样这样，好酷哦，就这样而已。等一下你就煮给我吃。没问题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去凤梨田呐。还要工作哎呀，在凤梨呀。啊？是不是因为最近丢席？哎呀，哎，很甜，炒哎呀，炒，鬼甜的，我甜。我鬼甜吗？甜的凤梨，哎呦凤，梨哦。哎呀，好啦某一点就会安尼小姨。走，走，走啊。走。这里好大一片呢，我们是要来采凤梨啊，要采凤梨哦。嗯啊，我难怪我已经装备穿好了。就是那要找那个佩佩啊。哎，你们真的很厉害哎，很会知道这种在地的农家哈。很大片，很大片要怎么讲啊？龟胎饭。龟胎饭。很宽。哎，老板娘，很热，佩佩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走走一。起。第一次来凤梨田哦，小心哦，旁边凤梨刺很刺哦，不要割到脚哦。好险哦！不会，我们会小心，哇，慢慢走。刚刚我们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就是跟我们戴帽子一样防晒啊。现在天气太热了，都34度、35度，猜对了，所以凤梨也怕晒伤啊。麻烦你了呢。可以可以，那我们要来采凤梨了。很特别哈。哦，怎么这样这个我们现在就采红的后啊，黄的你就请问把它怎么采？折下来就好了，往下压就好，大力一点，走下来。 1、2、3，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很漂亮。好，你抬掉很大力的，哎，对，对，好大这个现在是自然熟成宰蟑人，我们说的树上熟就是这样子，甜度最高。很漂亮哎。对，所以差不多有几度啊？现在都18度、20度。哦，超过了啦。 18都是甜度，甜度的话都有18度以上。对呀对呀。阿姨很专乡业。下差点以为无法了。乡下人。现在吃翁来是最得气的时候啊。那你们有采过吗？阿姨要不要采看看？找一颗给阿姨来，采。前面我们找黄的，很简单，漂亮漂亮。简短有力。这个就是大人，这是小 baby，可是我们自己都吃小 baby，小 baby 因为最好。它的肉最细，很脆哦，很脆。很嫩。哦，对，那 QQ 要不要试试看？要不要采一个？这边后面还有一颗，啊，好，来我来。这边。 2、3，哇！这个也是小 baby 呀。小 baby。那种植的时间大概多久凤梨的话，种植到采收要快2年。 ？2年。对，那我就。所以你现在看到都是去年种的。哦，对，所以你一个人要照顾这么大一片了。你现在看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对，因为我们每一年会从1月采收到6月，哼，就是这一块采完就换下一块。哦，像我来接这个已经10年了。那你原本那么就是久了哦。这个行业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为了我爸爸回来的，因为我是第3代的，哦，我做这个已经10年。我以前是造型师，哦，真的。帮你们化妆做整体化的，妆的。对，新秘啊都有做。
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那都可以了。可以。了。这个也对 OK 吗？可以可以。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会回来？因为爸爸身体不好，对，然后爸爸就觉得说这么好这边吃这颗呢的，东西，这个还不行。这个还不行哦。它很大了嘞。这如果没有传承的话，这么好吃的风味就吃不到了。有遇到什么挫折吗？当然有啊，刚开始什么嘛都不会，所以我刚开始学是跟着我们的老员工学，亲力亲为，所以我什么都会，连种植我都会，因为我如果不会，我可能会被他们刁难，他会觉得你外行你不会。然后像你现在看到的地方，我们就是做老鹰生态。老鹰生态。对，因为前面就是我们的大武山，屏东大武山，然后后面这边就是黑鸢老鹰的居住地，这里面可能有400-500只以上。老鹰哦。对，哇哦，黑鸢好酷哦。对，所以他们早上都会起来觅食。那他们还会来吃凤梨吗？不，他们不吃凤梨，他们吃田鼠。我们的凤梨是喂养田鼠，我们做产销履历，做生态，所以我们不用老鼠药。哦。然后我们草生栽培，所以你说会不会很多老鼠吃？有啊，但是是货，老鹰会吃老鼠，就是一个生态循环。对，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，很奇妙哎。对，就是我们在做这种永续生态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能多帮忙，我们就多帮忙。好，继续采，再采一些。来，这一颗很特别，这一颗可以送你们带回家。太漂亮了，双胞胎，双胞胎，好可爱。但是你要小心啊，分开哦。哦，哇，好棒哦！双胞胎，爱心，拉布。爱心的给你拿。哇，这个超可爱的。这个外面是看不到的，这个要你们来田里才看得到。哇，好幸运！拿不完我再拿。这还有3颗。来，我拿。好。来，换阿姨，帮我扶住哦，扶住哦。很甜呢。对，不甜，不甜嘛。不甜哦。还会流汁。有哦。1、2、3，干杯！干杯！好吃哦。好好喝，赞呐！好解暑哦，真的哎哦，有点酸甜，酸甜甜的，好像谈恋爱哦。啾嘞，我啾嘞。动吃，来做事。来，现在教你们怎么挑哈。好，你弹你自己有没有空空的？我的头啊，扣，有声音这啊。个就是古生果，水分含量很少。生果，对，有没有？对有哎，我的有跟你一样的感觉。空的是好的吗？对，水分含量比较少，所以甜度会非常的高。这一颗好。好。啊，像我们好吃就是要这种有黄的，自然熟成，然后会栽赃的。啊，栽赃。嘿。然后我现在来削凤梨给你们吃。Yes。哦。我们那个皮可以直接堆肥，但它皮都有有机质。可以啊。直接现削的。哇，流口水了哎！感觉好多汁哦。我们的凤梨很特别，就是很香，然后不咬舌。来，我们先来试吃哦。手套把它拿掉。有，准备好了。拿。这么大片哦。没有，先帮我扶住就好。我帮你扶住，好。先扶住 ，hold 住就好。hold 住了。全部 hold 吗？可以，应该可以拿起来了。拿起来了。哇！来，换阿姨，帮我扶住哦，扶住哦。很甜呢。对，甜嘛。不甜哦。还会流汁。有哦。好好吃超甜，现在是丢席，很甜哦。谢谢。很多水呢。等一下还可以吃心，我们的心最好吃。人家说有的凤梨心很硬，我们凤梨心很脆。这样子就拿着很像冰棒。超甜的。那这个还能做些什么东西啊？凤梨炒啊，炒木耳，做凤梨豆酱，做凤梨干，做料理，甜的咸的都可以。对。那今天该不要带我们去制作吧？当然哦。我们在田里这么优美的环境，带你们来做翁来倒酒。我们客家人最会酿东西了。对。所以我们来做翁来倒酒。好。
有戴上手套哦。有哦，我们要来做翁来倒酒哦。这个就是我们客家人最厉害的翁来倒酒。凤梨浆，阴凤梨酱。对，我们有时候产量过多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做酱起来，可以延长它的风味。好，好啊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使用的材料哈。导播有没有看到豆豉吗？嘿，导播，它这个里面有菌种，所以要靠它的菌去发酵。还有最基本的天然防腐剂盐、糖。啊，因为现在凤梨很甜，我们的比例就是1:1:1。哦，好，我们就1碗糖，好，来加进来。好，1碗盐也加进来，再1碗薄加进来，然后给它搅拌一下哦。这个都是古早味的配方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有薄，我们才有办法制作成功。薄是一个中药材菌渠，它就是有菌渠在里面。哦，哎，我们要靠这个菌渠去发酵。这样可以。这样可以。我检查一下，翻一下，哎，把它 remix。像这个都是阿嬷的配方，这个也是要传承的。好，没有的话以后也吃不到。哎呦，然后在做翁来倒酒的时候，我们的禁忌就是不能碰到水。千万不能有水，容器都是要非常干燥的。我们先一层一点点，一层的底部，多啊？好，差不多这样子，量基约就好，量基约。哦，这样子 ，OK。然后凤梨铺平吗？铺进去。哦，就丢一些凤梨进去。哎，好，来换你。好，然后再继续铺吗？嘿，一层凤梨，一层糖盐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糖盐就是可以去腌制它，让它出水，就是保存。所以像你看到这个全部都是凤梨汁哦，原汁哦。哇，它没有加任何东西，就只有这么简单的东西。那要多久会变这样子？差不多要酿半年。然后像每一层可以放2、3片甘草。好，在上面还是中间啊？都可以。每一层就是你等下加糖2、3片这样，要铺满1层。啊，我们最后要留差不多这个高度，我们要放满糖盐豆粕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差不多了？没有，你这边侧面再给它塞紧。为什么最上面？因为我们预防它没有接触到空气吗？空气如果没有糖盐去让它防腐，它会黑掉。一定要让它封就对了。对，它慢慢的就会消蚀下去了。半年后差不多就这样子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吃了。耶！那我们马上要来试吃了。这么好哦！对，来吃东西了耶！我们先吃凤梨果干。来，这个是完全没有加糖的原味，全部就是原味，可以吃看看。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是用龙眼木烘烤的，所以会有一个龙眼干的味道，有熏香，有一点点。然后还有加上我们凤梨香，然后最主要我们凤梨果胶含量很高，所以吃起来不会很硬。外面的果干做起来很硬，那吃起来就像软糖一样。而且吃到它的纤维哦，一丝一丝的纤维都还吃得到，很脆了，好吃。嘿，还有我们的翁来饺，100%原汁，我们做冷压的。大家期待这个很久，现在好热，而且这边有点冰沙的感觉。对，1、2、3，干杯！干杯！好吃哦。姐妹的下午茶，在情侣的下午茶，1、2、3，好好喝，赞呐！好解暑哦，真的哎哦，有点酸甜，酸甜甜的，恋爱的这样感觉。很苦。像我们翁来饺还要再加酸的凤梨做才会好喝。好哇，这个太甜也不好喝。对，要有一点酸甜才会有那种开胃的感觉。对，好像谈恋爱真哦。的呢，QQ 嘞，我舅舅嘞。今天的你们酸的甜的都知道了，等一下我们要来换吃咸的。好哎，我们来吃看看。谢谢。它很简单，它只有翁来这个翁来酒加苦瓜加鸡肉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口感赞哦。就尤其是夏天很热啊，喝一点苦瓜汤就很清爽开胃，好舒服的味道哦，因为它就是你喝下去之后，它会回甘的那个感觉，来自于它的那个苦瓜跟我们腌的凤梨。对，里面我们那个甘草的灵魂就在这里。哦，香，难怪你刚刚会说要铺2、3块哦，每一层都要记得。对，我们在煮汤的时候，它就加进去一起煮。好好喝哦，好下饭的味道哦。口感。所以你说我半年之后，我就可以拿我刚刚腌的那一罐来煮汤，对，或蒸鱼、炒菜都可以。谢谢佩佩，今天真的很感谢你耶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拿着这个我们硬翁来倒酒，硬翁来倒酒回家来做菜了。好，没问题。
实际上用圆路会代表过年的时间，它赶紧团圆圆的意思。团团圆圆的意嘿思，所以是过年要吃的。对对。哎，我怎么没有吃过？妈妈有啊，妈妈哎呦，没有做，妈妈刚好哦，到我们这边就失传了。我妈妈这边就先对她用膝盖顶我，叫我不要乱讲话。要弄好，不要抄到不要地下去跑到地哦。上去哦。那个鸡会跑哦。鸡会跑哦，哎，那么新鲜哦。你看，我都跟你讲了。动吃，来做事。哎，不的手哎，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过来哎呀！呦，我们采凤梨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按刀凤梨呢？对呀。哎，做五板呐？五板是什么？做五板呐？五板，嘿，五板是肉丸哦。我会挑啦。会挑哦。嘿啦啊，我们要帮忙，对不对？要帮忙哎，哎岁数啊，一在数，谁岁数？去洗岁，对不对？他岁数不用帮忙。谁啊？那我去晚安哦。当然睡觉了。天数了，洗手天数啊。哦妈妈天数啦。什么天数？帮忙啊！哦，不天数，帮忙了。这个怎么做啊？如果圆圆扁扁的，你样轻，任何形状都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等下整，整什么？啊整要五板，哈？做好了整那五板。什么啦？整那五板哦，五板啦，这个叫五板。做好的。五板，五板，五板。整啊，整啊，哦，蒸啊，蒸。整啊，你滚水来滚的啦。他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我跟他讲话，他们都故意用客家语，然后我都听不懂，然后讲超快，讲秘密啊，你要学啊，哦，就听不懂。要慢慢学。我只听得懂他们在那边谁会嘎嘎呀，谁会？嘎嘎个，对，快点快点这样，嘎嘎呀。哎，要睡觉。念多了，念多了。什么念很多了？念比平啊啦。放哦，念比平。平平的啦，平平啦，平哎，哎，我的有爱心可以吧？好啦好啦，你就特别送给，要送给妈妈的啦。哎，我送给阿妹，妈妈节会多的啦。哦，妈妈节的母亲节啦，哦，那我给她放这边。哎呦呀，平平啊，平平啊。啊，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？金蕉叶，然后被摘的金蕉树的叶的，后面夹的，后面剪的，摘的。摘下来的哦，摘下来的，摘老海耶，摘下来啦，什么？摘下来的，摘海了哎，摘海，不要放弃啊，你要教我啊，摘下来，摘下来，做空牙的五板，做空牙的五板，哎，啊，等下都拿去整，嘿，拿去蒸呐，拿去整，整红了都是的嘞，整红嘞呀。整红的，就是学语言好玩的地方，就是从比较坏的地方开始学起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之前舅妈有教我一些不得体的东西，骂人的，可能是不适合播的，但是很好玩哦。只能说我们长大之后很有乐趣，三代同堂，然后一直讲乐色话。好了，好没？有，也拿去整一下，去蒸一下哈。好，拿去整一下。哦，不用好了，不用平。放给他平。对，哦，啊，改好，关盖子，对不对？鬼火，哎，这样。哦，改好了。好嘞，哎，好了。接下来这个是什么？肉眼，用眼，用碟的，碟过太长啊，碟不是丢哦。丢，怎么丢？甩肉的意思。哦，碟，给你碟落哦。要多大颗啊？多大粒吧？算太粒，差不多的都好，差不多，一点点就够了啦。一点点怎么说？一细细的，一细细的啊，一细细的。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太啦！啊，一般啦。我吓到你咯。按太咯，一般啦，系一般。太大哦，太大哦，太啦，哦。这个是为什么要掂这个啊？
为什么要点？是想用沿路会代表过年的时间，它感应团圆圆的意思。团团圆圆的意嘿思，所以是过年要吃的。对对。哎，我怎么没有吃过？妈妈，妈妈哎呦，没有做，妈妈刚好哦，到我们这边就失传了。我妈妈这边就先对她用膝盖顶我，叫我不要乱讲。不会的，又没关系。木兰豆花嘛，给到趁你加个多。为什么你的那么漂亮啊？哦从这个看得出来个性哈。哎，大姨就是比较，就是我也是中规中矩在学啊，的。很久没有做了，很久没做了。好几年没有做了。小时候都做给小孩子吃的。哎，那我是你的小孩啊。哎呀，妈妈只会吃。承认了。你会不会唱客家山歌？哦，客家山歌，同山过台湾，莫半点钱，三芒大边钢酸钢铁。他就是主修唱歌，完全没有要做的意思啦。有啊，有手有动吗？有。再一次，同山山过过台台湾。湾，莫半点哎呦，啊，老鬼啊，太用力了。我现在要来炒的这道菜呢，叫公梨中炒鸡肉。对哈，对，好，接下来我来先备料一下。哎，怎么做？这个头先切掉，这个头先切掉。好，然后白是不是要切断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不对，先切谁？切白的，白的。一段一段的嘛，大概这样子就好了哈。不要太长啊。跟它差不多就好了啦。哦，好，这里也要吗？要。要分开来哦，你不要放白的、绿的。哦，白的要先放了，那个。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很想要下手啊？你试试看。让我学习一下。对啊，让我表现一下没？煮不会新美。对，以后我们到台北去了，我煮给你们吃。对哎，半年之后我们就有凤梨酱了。对，好，姜丝，姜丝，斜斜的，哦对，我就是这样切下去。所以，再切。哇，薄薄的斜斜的。对。为什么要斜斜的？让它更入味是吗？还是好看？看起来比较漂亮。看人家。收音师想说怎么那么小声讲秘密？这样够了没有？够了呀。好，这样够了。好，还有呢，辣椒哦，蒜头哦，蒜头，酸呢，全部蒜头，摸啊起麦，就压下去就好了。哎，我很怕用到你，我很紧张，旁边有手，这样有，哎，其实很方便呢。对呀，对呀。哎呦，你们都是这样子哦，哎呀，没有人那么丑陋的用拍的啦。我就是用拍的呢，我都给他很大力给他。看会不会炒比高丽菜好吃？哎，给我闹亏呢，因为我上次在家里的时候，我煮高丽菜，我是连高丽菜我都会煮到烧焦哦，整个是家里像失火一样哎。房子都会给你烧掉了。对，我觉得我可能是下太大火，我有加水啊。对呀。可是还是没办法哎。我最近有学会怎么煮高丽菜了。有了啦，这样就好了。有了。有了。好了。那个青椒。辣椒还是糯米椒？两个都要。这样子切哈？不是，这样。像这样切3-4片。哦，你给它切刀这样。切3-4片。这样啊。哦，这样。细一点啦，细一点哦。哎呦，太粗了哦。
你们看我做菜会觉得很危险吗？不会，不会哦，安全的。很顺手。我切给你看，我切给你看。哇，忍不住了，哇，大师，哇，我看要切这样， OK 斜斜的。哎，你切的好漂亮哦。嗯，漂亮，哇，好了，跟人一样漂亮，好吧？煮了，啊，煮下去，哎，来，煮了。哦，不要那么大哈，还切掉了，再看一下。哦，要压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什么你可以的哈？姐妹我来了，好，这样哦有了，这样哦，放下去哦，好了，好，哇，它啪啪啪啪啪啪哎，要下了吗？下去，不要怕了。哇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蒜头，下去，下，你就爆给它香，才鸡肉下去。它一直喷我，害怕。不用啊，给它爆到金黄色，对不对？哎，好香哎！你有闻到吗？有，要金黄色了。哎，不用紧张，好，再来哦，还没，再给它更黄哦。还没。要给它干啊。下去喽。下，弄下去。那给我。我就这样子炒。哦，好棒哦，很会欢哦。哎呦，有没有中透塞的感觉？有啊。手好酸。会吗？好棒哦，炒2下就酸了，那还要煮啊？有史以来这么棒哦。要弄好，不要炒到不要跑到地上去哦。好，那个鸡会跑哦。鸡会跑哦。哎，那么新鲜哦。你看，我都跟你讲的，我说不要很大力，慢慢的这样推来推去，被推来推。骂了啦。我去捡。把酒下去。哦，凤梨酱。会太少吗？不会，不会啊。这个。米酒。哦，好浓哦，这个酒味。好，焖一下。它等下就挥发了，焖吗？用锅子弄给它片鸡肉，好，鸡肉弄给它片片片。对，给它揉一下。要等多久？一下给它煨一下下。煨一下下。好，那我们先让它等一下时间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做槟榔心炒肉丸。好。番田笋炒肉圆，很下饭呢。好吃哦。没卖哦。你们今天真的做的非常好，而且在坐高铁来的时候，我其实非常感动。因为很感动的点是因为，就是所有的弟弟们都在帮忙，然后又对很多细节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同时又觉得很感谢他们，就是家的味道。动吃，来做事。好，第2道菜呢是板田笋炒牛眼。哎，炒。炒。那来，我们请备料。啊，对的。阿姨来帮我们示范一下。专业的，真的有在煮菜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槟榔心怎么做？玲珑型。玲珑型，炒牛眼也可以。哎，你也是用拍的呢？啊，你刚才不是叫我要用压的？比较快，比较快。哎，对不对？用压的我们也是怕这样压。哎呀，哎，会。帮你倒拨。
大姨之前跟舅妈都常常来花莲找我们玩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啊。好像比起我们回屏东，你们比较常来。过去你不在家，想你们啦，就会去啊。然后之前还有去清水断崖拍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爸爸是司机导游。是大鲁国啦，去大鲁国。大鲁国，太鲁阁。大鲁国是打棒球的哦。是太吧？少一点哦。对，太鲁阁。太鲁阁。啊，还有去哪一个地方？你还记得哪里？燕子湖。燕子湖也是太鲁阁里面。燕子口就步道那边。对。好，那我去拿我的永烟。看，摸摸看。哦，还可以的，哇！锅子放这边，先放这边。超漂亮的。对呀。哇，重厚哦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好，哇，好的，空啊，走空路，放旁边。哇，放下去了。炒，炒个顺时。这个不用了哈。可以了吗？来记下。讲到哦，差不多了，这样子。给它软掉，这样。软一下，然后再倒那个肉丸下去就好了。下去，它那个散结味，得滚一下。给它滚一下。舅妈，我小时候觉得你很凶很凶，都不敢靠近那种。哪会啊？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去，好像是超市还是哪个大卖场，然后我记得我牵妈妈的手，然后我在找健达处理站，我整个人被吸住了，我就好想要买那个健达处理站，但是我知道妈妈不会买给我，然后在松手的时候，加辣椒了。好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我在转头看的时候，那个人已经不是妈妈，是一个陌生人。然后我失踪，我自己觉得体感应该有30分钟之久。我就是找不到你们在哪里，然后很急，还在哭。后来最后看到我的是舅妈，然后眼神超杀的，就这样去哪里？吓坏！有吗？我只是想买健达出鸡蛋而已。有那么凶哦？而且我也忘记后面到底有没有买，但是就是被妈妈骂，没有被舅妈骂，没有买，好像没有买啊。那酱油可以吗？一点点就好。我这边有酱油，可以吗？哦，一点点。给它上个色。好。一点点，我是不相信我自己。好。哇！那舅妈一开始就会讲客语吗？没有啊，对你从台北嫁过来。对呀。吃舅舅的那个口水吃太多了就会。吃到会讲哦。那你那个时候有帮他吗？大姨有帮他吗？没有，你也没有帮他，帮不到。哦，那时候可能也住不在一起，没有那么近。对呀。啊，英语要怎么学？人家在客厅看电视。他在讲话，在讲一讲，讲到我的名字，你只听得懂你的名字。小麦，哇，他们不知道讲我什么，不舒服，好几个晚上都在讲，为什么每次都在讲？好了，来下肉丸。好，来了，全部吗？都下去，然后哦，好棒，哇，水啦，那个汤汁也不要浪费，感觉很好吃哎。所以你说在客厅大家都在讲你的名字，你如果问他，没有，他们在看电视，在讲话的时候讲到我的名字，我就很痛苦。啊，你就跟 QQ 讲啊 ，QQ 不在啊，一下就好了。QQ 在恒春啊。哦，在跑车的时候。对呀。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开始学。对啊，跟小孩子学啊，小孩子上幼稚园啊。哦，回来会分享故事。对呀，妈妈她今天看什么？看到什么？上普罗是什么？上普罗不知道。九级叫上普罗啊？没有啊，我把它当成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普罗，不是普罗，那个生威锅子吧。我把它当成锅子生威嘿。这种锅子啊？上普罗啊，不是另外有一种，有2层的。是什么？2层的是什么？锅子。哦，上普罗。哦，所以你以为上普罗是2层的那个锅子？对。你后来怎么发现的？啊，后来是人家告诉我的啊。哦，好了，上普罗不是生威呢，是那个9级呢。是9级。哎呀，
那这个好了呢？嗯，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盛起来。哎，好了，赞了，好香哦！放着。哦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们加凤梨加下去。哇，放下去。哇，好漂亮嘞！以后去台北了，你要这样炒哦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不知道的话，我就看重播喽。对 ，YouTube 也会有的。好，给它滚一下。好，而且这个糯米椒跟辣椒放下去很漂亮哎，安酱哎，安定一下。卡葱的啊，去卡葱的啊，去卡中哎，什么意思？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呀，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呀。我是去卡中的哦，吓一跳。好了，吃饭了，吃饭喽。我做的这2个哦，啊，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。好，我尝看看。我们先吃这道好了。好，哦，新鲜的凤梨，好吃哎，安好吃嘞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安会煮哦。味道好够哦。什么也没煮，不甜哦，凤梨贵甜，很甜，凤梨很甜。对，那我吃一块鸡肉看看。给肉。哦，用啊。好吃太快了，咸度刚刚好，然后又有凤梨的甜味。我每煮的要凤梨给肉最好吃咯。谢谢，安子 say。好，什么呢？安子 say 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再吃下一个。番田顺，番田顺炒肉丝啊，肉圆，脆脆的。哎呀，牛年啊，好好吃。你回来了啊，吃这个肉圆呐，团团圆圆，有香吗？很香哦，真的好香哦。客家的，我真不知道，原来每一年要过年的时候都会弄。槟榔花很加分呢，就是脆脆的口感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做的肉圆。味道不错。哎，我原来很会煮呢。你会煮，是你会煮。谢谢2位大厨。你现在是主厨啊？主厨啊。但我还是需要帮手在旁边。很下饭呢。好吃啊。没卖哦，好好吃哦。你有吃过吗？饭店笋？好像热炒店有。有。那你吃过吗？有吃过，可是可能是因为我今天自己采的关系，比较好吃吗？哦，对呀，特别脆，对了，那就对了，就是家的味道，比较甜哦。就比较甜，好吃。这个南部人常常做，这个常常做。我们刚才吹这样子，它就会变成糕了。我会飘。对呀，你捏的吗？这应该不是我，就是你吧？不板好吃，好吃吗？妈妈捏的比较大，有芋头的味道吗？而且它是吃得到芋头整块在里面的，对，就是它的那个每个纤维一块一块都在里面。对，而且我终于懂了，为什么要用香蕉叶，比较香，传统啊，很香啊，因为它可能因为蒸的关系，然后它的那个香气都被蒸上来。但我今天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拍摄，认真的。一开始在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，这个邀请，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开心被看到了这样，然后我就立刻打给小麦，然后我就跟舅妈讲说 ，Q Man， 你要不要一起拍那个客家电视台？她说我不要啦，我不要，我不行。然后我想说完蛋了要被拒绝，可是这个机会很难得，然后我就立刻把矛头指向那个短姨，然后就说短姨，那你可以吗？他就说可以呀，但是自从那之后，那个2个月都没有睡好哦，压力很大，所以他也是付出了非常大的心血不知道做得好还是做不好，非常好。你们今天真的做得非常好，而且我早上在坐高铁来的时候，其实非常感动，
又很感动的点是因为，就是所有的弟弟们都在帮忙，然后又趁今天大家放假的时间，然后等侄子来载我啊，然后好味他们很认真在准备食材啊什么，然后又对很多细节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同时又觉得很感谢他们。不会，大家制作人他们也很辛苦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了，大家他们啦。然后妈妈还特别，我还特别打电话给妈妈，我说。哎，那你5月要来吗？他说我4月才去哎，我干嘛要再去？我说你来陪我，帮你出车钱。他说好啊，难得的机会，真的很难得。而且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因为爸妈不在身边嘛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姐姐照顾我啊，所以就觉得其实很难得可以跟妈妈相处。然后他又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人，但是很开心，就是我想到他的回忆都是。他很乐观的那一面，然后带我们去追星，或做一些，可能一般父母亲不会鼓励小朋友出去玩，可是爸爸妈妈都会很支持我要做任何事情，而且100%相信我，所以我就觉得小时候那段虽然很辛苦的过去，可是长大了之后，觉得这一切走来，我并没有觉得如果要让我选择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想要跳过那个辛苦的时候。对。因为都是成长的养分，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过程。好，和美，我爱你。好突然哦，谢谢，感动。因为拍摄的时候呢，正好是快要母亲节，所以我准备1人1支康乃馨，来，好，谢谢他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妈妈了，谢谢舅妈，感恩，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可以陪伴我们更久、更久、更久，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好，我们一起，那我们就说这样，1、2、3，耶！母亲节快乐！那客家话怎么说啊？母亲节快乐！耶！晚风蜜跳落山下，夜你归无卡，管归路有一万法，会天边黑，寒天一个春天又再来。看见树的灯红开满了思念的花，但有一日再归来也落无卡，心木心轻重风沙，心中有着眼的自由自在，点点一情之感，天空蓝蓝的。照亮童年，永远的走那走。阳风你跳落山下，夜你归无卡。归路有一万法，奈何